因为疫情关系，真侪公司要求员工伫咧开工进前就要先做快筛，确定阴性才会当去上班。市面上药局的快筛试剂销路也变甲真好。考工连续假期结束，大家拢准备回去公司上班。面对疫情，新竹各行区有厂商要求员工开工进前爱伫厝内先做快速体检，确保安全了再使上班。这站药局的快筛试剂比过去更加有效。有一些公司确实是会请，就是说大家要上班的时候，那他们就是要做快筛之后才能够进公司，有一些部分会这样子。嘛有袂少公司伫过年进前，就推采购试剂，发予员工伫上班进前做体检。有人是为了安全，家己主动买来检测。买我们快筛试剂的人也是相对还是趋于稳定，甚至有增加的倾向。是因为我们因为年节快过完，许多我们这边的科技公司，甚至有一些公司，他们会要求，不管是公司帮他们备妥，或是自行需要去准备快筛试剂去做一个快速裁剪。进前传出药局快筛试剂已经欠货，有药局表示确实有这款状况。不过是因为过年无送货的关系，开工了进货就会恢复正常，请民众别烦恼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